小念头初级入门。念头正，中生正。一、定位与理念，咏春根基。全程2字前仰马原地不动，又名108点手3拜佛，讲究排除杂念，手中用中是手法装马发力模式的定型阶段。2、核心动作，日子中小，弹手、防手、扶手、圈手等，左右对称反复，所有动作紧贴身体中线，沉肩坠肘，肘不离肋，手不离心。3、练习要点，动作慢而匀，不用蛮力，体会力从地起，腰马合一，劲打指招。重点练静态结构稳定与神经对肌肉的精准控制。4、实战价值，建立中线防御屏障，形成本能反应。技术手法可直接用于近距离削打红路、寻桥、终结。动态攻防，锥形发力。1、定位与理念，从小念头的静态步入到动态步法加身法加小手加腿法的综合运用。寻桥击寻找，控制破坏对方巧手手臂，强调来流去送，甩手直冲，削打同时。2、核心动作，穿桥、转身绑手、低绑手、拍手、击肘、拦手冲拳、长撑腿、抽撞腿，加入转马、进退马、侧步，实现多角度攻防转换。3、练习要点，训练听劲，接触点感知力，移动中保持中线与沉底，发力短促震荡，黏住对手再反击，手脚配合要协调不脱节。4、实战价值，应对移动中的对手，擅长破桥攻马，阻截反击，适合中近距离的连续攻防，标志高级，绝境反击，短进透力，慎传。1、定位与理念，源自禅语标月之指，是危机被压制多敌围攻时的救命杀招。叶问细说对品行合格的弟子传授，主攻招式凌厉，强调手法、指法、脚法的极致配合，短进穿透力强。2、核心动作，标指手、指尖、直击、咽喉等要害，横拦手、捆手、插颈手，多方向肘击，多达12次手法组合，圈脚、正踢、斜撑腿，有弯腰低位攻击与上拍手高位防御。3、练习要点，放松中爆发，进入横掌，手要打击，只要透击，步伐灵活抢位，背后勾心，保持平衡，严禁炫耀滥用。4、实战价值，被抓、被围、倒地前的反击，指法可快速制敌，肘法适合贴身重攻，可牵一敌之手挡多敌之脚。3套关系与进阶顺序，必须按小念头寻桥标准的循序渐进，小念头练一语，寻桥练一语，标指练法语途径，之后配合吃手、木人桩、8斩刀、6点半棍，完成咏春体系的修炼。谁没有伤心往事？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終歸總要死一次，無謂要我說道理，浩劫也許本君子。紅座對去先冷意，願到世間闖一次，強調靠我兩手創動人故事，成敗也不再猶豫，用我的真心真意，為着
日我膽似鐵打，骨似精鋼，胸襟百千丈，眼光萬里長，誓奮發自強，做好做個好漢子，每天要自強，熱血男子，熱星紅日光。做好漢。